浓浓的。不要拆台，不要拆台。对不对？你妈妈浓浓吗？我妈妈蛋起来是浓浓哦，浓浓。耶，大炮型的浓浓。来看母女表演双切冬瓜。容易回来啊！是家的。我跟你们讲个小故事哦。好，我刚刚听到我都为之动容了。第两上一款哦，默契很够，对不对？嗯，是超过一甲子的默契哦。你对讲过用唱这个副歌？第一煸过以后，第二个苦味就唔爱红苦，会变到甘甜的感觉。真言成中庸。甘甜不会比感哦。对啊。有没有跟你一样？我是微胖。那有一个问题，从细到态度强下，那就开始有恋爱。哦，恋爱啊！问女生跟问男生答案不一样哦。心情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用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張百強。因為當歡喜來到桃園嘅評審也到位嘅，講真嘅你來，桃園也到位有80%都係客家人。基本上你行到路後，有客家人，行到又係客家人，因為你就是客家人。對，你就是桃園的客家人。哎呀，今天算是在地場了啦。可能等一下有認識的人哦。但是我們要來找在地的料理熬人，不是你哦。啊？對，你就不算熬人的。好，那我們等一下看，我們等一下看看今天的熬人有哪些。好，先來分享到評審欣賞，提前嚟分享到係錢玉芳錢師傅。大家好，我妹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還有立體六李師傅。各位大家好，我係朱烈。稍等下來呢，除了分享到評審了特別料理熬人，那你特別呢係兩姊阿妹，分享到係秀前妻，韓家也嘅係米妹阿姨。大家好。放羊。張好，咱最今日嘅分享到係如係兩公婆嚟哦，從上分享日月月到9寸連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有睇過他係這個咱時期哦嘅總幹事嘅。總幹事好。總幹事你好，總幹事你好。好，來講到也嘅評審，說真的評審也特別，想睇起來好好的介紹一下，也特別有乜嘅好食好搞好料嘅特色本睇下分享嘛。因為平鎮旁邊都係總人嘛，還有龍龍潭入邊隔嘅，其實做得到嘅地方真多，可比講啲平鎮嘅八字圳嗰邊有隻鎮南橋、38公，你喺落嘅係嘅步道也已經做好嘅，大家點啱嘅時間當到年我去嘅散步，我媽媽做喺嘅老街市嘅職工，係，後嘅邊做嘅韓國。最有名的應該係中庸太學，一般係平鎮，一般都中啦。真的哦。對，門牌號碼係前門係中啦，但是後門係平鎮。原來係呢。秀前妻，你有冇按了解哦？因為平常是做廣告以外，我係做社區營造、文史調查。文史調查的老師，還了解。我們兩邊都是在地的文化付出者。真的。謝謝。不常當拜來評審邀請，唔就錯誒。做得，做得。啊，鼓勵。好啊，今年吼，其實來到評審啊，我要邀請我們的總幹事，那個台下小改一下，我們這個北貢灘吼，是不是有一個紅磚橋？對不對？這個紅磚橋台下有去過嗎？有。因為係啲北貢灘嘛。北貢灘係認為佢嘅北貢灘有38公。哦。38公吼，東望有嘅風轉嘅拱橋嘅相通一樣嘅，所以講就按照北貢灘。原來係安呢。故說呢，也特別還要來了解吧。當然有好色啦，今天參賽者都很厲害。情感是非常的秀前妻都強用，來到桃園也特別一定要來評審了。我哋先來看下第一次食材係乜嘅。好，你下會打開呢本大家看一下，今日第一套嘅料理，我煮嘅東西係蔣冬瓜。蔣冬瓜。好，馬上呢就來分享到一個蔣冬瓜嘅料理熬人，分享到嘅料鮮梅子。鮮梅子來咯！哎呦，要熟悉哦！耶！提起貴嘅師姐係嗌咗咱出嘅來賓哈。那今天會緊張嗎？會有，不會了啦，哪有這麼？介紹自己做的東西，怎麼會緊張？哦，自己做冬瓜。講一下呀，給我要做嗎？我啲冬瓜啊，做那削皮。好，削皮後切一塊一塊鹽啊流嘅，一刀就滷皮鹹來，摘一嘢呀十股摘平去，那曬到皮下見到曬涼嘅，做個頭絲鋪有冇弄個糯飯做個那個頭鋪啊，
做给它发酵落去，就拿了1000冬瓜1000个种啊。啊，拢是做在1000冬瓜够1000嘛个？甲挑甲有冇卤饭，甲挑四谱有冇？哦，甲姜啊1比1啊，盐要吃的冰哦，做唔得遐冰，吃的冰姜含要速度。咁唔講你呀，其實種冬瓜有個客家精神，做嘛客家人會做一個用滷的東西咧？因為吼，伊嘅作用當好用，又做嚟整魚誒，也做嚟整豬肉。你那個生冬瓜吼，弄個姜啊冬瓜，姜啊煮咩煎好生啊，今面又煮嚟食。哎呦，不要搶太家食。來，哇，睇下來，你三件飯啊嗬。吃吃看到在地圖嘅冬瓜是用嘅種冬瓜去做嘅。係生冬瓜。哦，生冬瓜。係弄個種冬瓜，哦，這個冬合適了，揾一些結種。這個湯頭就是種冬瓜哈。哎，臭。鹹針的喎，應該唔是夠老鹽嘅嗬？唔是，不要老就好誒。做得嘞。剛是吃到用班，好吃，好吃哈。做得再過吃咯。基講漢語哦，等一下我們下節目找到一節飯哈。哦，要太極按厲害哦，今年就拿太極作為一個種冬瓜，隨來進行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出嚟。好，拿兩個種冬瓜，它是最好的調味了哦。到底馮雪都種乜嘅菜色咧？種冬瓜、炒苦瓜。哎呦，呱流利耶！呱，而且。你知道嗎？我們要讓太家食材食到你們都唔掉，想要見上色，對不對？等一下 Kita 呢啲要嘅電呱呱哦。好，等一下問一下，咱最今日要做嘅料理係種冬瓜燜燒雞，很燜燒。好，聽起來呢都懂真的哦。太家比賽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進行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向開始。開始咯。好，兩個種冬瓜呢，很有可能這個決勝的關鍵就是種冬瓜啦，因為很有可能佢都會不卡起卡做誒，所以我們來去試看看。來，佢哋係用嗆嘅苦瓜呢。對呀，你還可以種冬瓜卡做誒嗎？哦，我媽媽做誒。拜託一下，來師傅，我不怕你吃。好，哎，好香哦。你們的那個酒味很香呢。是酒味嗎？還是發酵？媽媽給我發酵的，哦，基本上發酵的。哎，那你們應該是超過3個月哦，因為它味道很重。半年有了。成都做的啦，3個月過後做的食啊呢。誒，不用他叫我下午。我看不要看。後續。去家做。你媽媽厲害呢。我媽媽親會做。唇齒留香呢。好香嘛。很香。這個拿來煮湯好嘅啊。炒牛肉做得厲害。第二本帶進去煮。你唔可以帶進去煮嗎？要不是種冬瓜。煮後就後尾，不是全部切thành它。來看母女表演雙切冬瓜。有厲害啦！不是切接下來切媽媽種冬瓜，你切好咧，切碎碎，按拉某一袋，我用鹹。拉了。好，跟俺做了切。可是我有個問題耶，是因為東英做苦瓜嘅時間係用拍色嘅苦瓜，你哋有冇用嗆色嘅苦瓜？冇按苦。其實兩樣都山苦瓜，山苦瓜佢本身它苦，但是你等下煸過以後，佢嘅苦味就唔會按苦，會變到甘甜嘅感覺。跟鹽城共用，甘甜不會鼻感哦。對啊。有冇跟你一樣？我是回胖。那我們這個肉是什麼肉？哦，這個肉哈就會一般那個每條肉，但是呢豬肉因為會有啲咧，可能有啲人會做煮熟，就用米酒，然後一啲嘅蒜頭，然後薄鹽醬油先醃，就給它醃，放着，給它安靜的這樣醃就安靜，對，安靜，不是說話，就不要去攪動它就對了。不要用腳動它，手可以動就對了。唔會係錯，因為種冬瓜、龍富瓜都係瓜，我冇必要用嘅話，我用鹽，用鹽所以來它用力啊，掛邊。
炒做爱用啲咧肉哎哦，你用它炒，有一些油脂蛋炒嘿。好，我哋先狂雞片。大家张都做来哈。了解它。哇！哇！我跟你们讲个小故事哦。好我刚刚听到我都为之动容了。基隆三音款哦，默契很够，对不对？是超过1甲子的默契哦。我们这个接的哈，春联接的哈，还基从谁那时间几个月大的时候，对不对8个月就8个月的时候就认识我们阿购嘞，从小就在一起。高空哈啦。而且我细大家一年用他们3角水啊。可是还有一个问题，从细到态度强下，那就开始有恋爱。哦，恋爱啊！问女生跟问男生答案不一样哦。亲情要变成爱情啊。他要去当兵的时候。你看阿购排泄掉，他都不好意思脸崩崩了哦。好，等一下再慢慢问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当兵的故事一定很好笑。可是先来看一下，哎呦，你有没有准备安豆来学做呀？哎呀，有。他就准备翁梨呢，葱条。那个酱是什么酱啊？这个辣椒酱，辣椒，这个就是绍兴酒，这个是那个烤肉酱，烤肉酱。甲翁梨介意思是讲，因为蔣冻瓜就得有香吼，所以加一点甜甜的，还好好些，蒜甜还没用。酸甜，不会这味道很好吃哦，这样才能名副其实的焖烧鸡，很焖烧。什么味道都有了哈。好啊，等一下长狗来看哦。谢。哇，快起潮嘞！对，那我爱切泡泡的比白糕，先白糕。煮菜是跟妈妈学的吗？还是本身美就兴起啦？弄个阿婆学的。所以你按后。所以看起来阿婆没动过煮菜。你看我家头班阿婆先会煮菜啦，但是我从小听阿婆带，见到妈妈后来识仔，佢做下小煮，但我妈妈做嘅，唔系，当佢做扮演哈，做扮演几好吃。真嘅，而且妈妈懂，很淑女，很有气质。公婆要写上来哟。对呀。可是我妈妈懂浓浓呢。浓浓就会一定会啊。不要拆台，不要拆台。对不对？你妈妈浓浓吗？我妈妈蛋起来是浓浓哦。浓。嘿，耶，大炮型的浓浓。哇！听说有几只熊已经做完汗蒸木了。呱熊。怎么那么好吃受不了！我第一次看到有来宾不需要我们的钥匙，自己打开开的。要差不多嘞。佢说要花一些时间来煸好，嘿。啊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做嘛改？跟人煸好以后呢，做唔得煸香久，因为我其实生起来有啲咧按，有点呛啊用。按弄脆啊，剁削的嗰种感觉。大哥都咧，爆香。猪肉系吗？嘿。啊，神兵咧啊，酸甜老肉嘛。哇！等下发现马盖事情嘞。这是猪肠炒芎丝吗？而且我发现日玉哥他是单手炒菜，不然怎么双手炒？没有，那该否哥啊。哦。前面。因为我找。有吧？因为他是主厨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辣椒酱。你讲的黄豆酱的呀。辣椒饭。这个是烤肉酱。烤肉酱。啊，怎么个加烤肉酱啊？加上去哈，会很好吃。这个是那个绍兴酒。豆腐它煮出来个是些加冻豆酱哈。对呀，我家里自己做的酱很多。好棒哦！自己做的，这个香性哈，这香味哈，冻香哈，对啊，很香。彩姐，你吃会做家庭主妇吗？我在家里都煮菜啊，就这样。然后。翁梨让表下去啊！哇，这个就很好吃。小瓶酒，出来米头的酱酱。差不多的哈，好，再你看哪个片？好。哦，你这个做的没冻香哦。有香哦。清爽。对，而且其实要给那种茶饭。对。还有夏天的时候，其实很适合吃苦瓜。对。我们炒。
所以有调味吗？因为种冬瓜有鹹的，而且他们肉有腌过，可能本身有味道了。因为吃一看吗？我是看了吗？很有松吗？哈。哦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受不了！我第一次看到有来宾不需要我们的钥匙，自己打开开关了。对，自己打开了。你其实但讲就主厨本台大轩哦，你是不是还有带活动啊什么那些，对不对？有。其實我媽會煮菜，反正就有乜嘅就煮乜嘅。哦，太谦虚了。其實我自己還會煮幾唔來。好，我们这边差不多了，都得盛盘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倒数哦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水球的吃吃看呢，体育馆地图内部卡米西看好色嘞。好，体育馆种冬瓜，亮出亮家都做到冻浆的菜色嘞，颜色很漂亮。你可以用副瓜，也就可以用黄梨来点缀。系啊，来吃吃看哪里耶？好，浓香哎，大家来品尝看哦。冻起呢。这个副瓜好好吃哦。你们有做出来一种像咸蛋冬瓜的感觉，咸蛋冬瓜，吃起来就是咸咸甜甜的啊。咸蛋苦瓜吗？咸蛋苦瓜，咸蛋苦瓜，你还有乜㗎？苦瓜，哦，你还不明珠这些让用斗嘞，紧紧好些咯。而且我们的肉都很嫩哦。对，真的好嫩。好，等下玩宽宽哈。一甲子的恋爱，来，这道菜叫做一甲子的恋爱，走对吗？甜滋滋的，哎，香哈蟹，冻甜咩？冬天。感觉你有加个椰奶呀？哦，我们的那个奶香味很幸福哟，那就很切嘎做来调拌酱。对。休前季你知道嘞？其實沒有標辣椒誒，有給啦，辣特別種，啊只有豆豉的，还是自己的做切嘎做誒。可以皮啊呢。好，用家嘅米線呢都十分的好食，唔過呢三行內本師傅來手腦筋，提前前本徐師傅搶本數。為什麼？我最近都日本了，兩行好看一下李啟龍李師傅。2份，你们是不是被一甲子的浪漫感动了？冇，2片都差唔多。啊，不過你含白做啲料油啊，跟印冬瓜做啲壓扁壓碎，落去炒，它既然會巴不到苦瓜地板，既然又符合個主題，嘿，讓輕綿綿啊，輕綿綿樣嘅。啊，啱又本嚟在，因為佢個梅頭挑到凍哦，嘿，是多像個泰式料理一樣嘅。哦，味道有酸有辣这样子。還有小甜。他李師傅感覺咧？我意思差唔多。一片咧，苦瓜、撈鹹冬瓜，加米絲冇結合強下。有鹹冬瓜，有苦瓜米絲，但是冇融合的米絲。啊，一片咧，佢所有的食材嘅酸米、甜米、鹹米全部有融合，所以整個食起來是會回甘的。所以我選擇一片。好啦，謝謝大總。難怪啦，嘿，從八江夜市開始做咧，真的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好吃。好啦，唔怕啦，三隻考慮呢就可以係見本日有嘅李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去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當其他李師傅帶來乜4個料理咧？今日帶俾大家料理係瓜瓜熊。瓜熊，乜嘅瓜瓜？用鹹冬瓜，然後生嘅冬瓜，然後過海參呢來做一隻像很可愛的小熊的造型。哦，所以就在做咩位麼？沒做對啦。所以就種冬瓜撈嘅生嘅冬瓜，佢就買個食材。啊，今日係要用到有蝦仁，嗰有鮭魚，嗰有油嘅，啊個紅蘿蔔一山藥，一全部做嘅意講啦，做嘅菜嘅，啊個有蛋皮。啊個呀，木珠，木珠。做樣去當西式。你一種係乜嘅？還有啲一種係叫我用鹹冬瓜，然後鹹黃梨先調好嘅，因為時間關係哈。那這個呢？係英種。也係也打好嘅，因為時間嘅關係啦，也三樣咧，
各加一冬瓜，各加一些糖，一打出来就变成安尼。是老盐吗？冇，一鹹冬瓜本身就有鹹，各加一醬料本身沒有鹹，一三樣打出來就像一安尼。用果汁機不卡，直接用果汁機打就做得嘞。啊，鹹冬瓜冇調到，冇因為調鹹。因為當然就好要用鹹冬瓜再去蒸，所以全部都係鹹冬瓜嘅米絲。人家冬瓜呢，上個呢要先燙過，冇打佢蒸落去，加佢也非常熟嘅，佢唔會熟，還會散散。它比較慢熟了。也要先放一些水哈，啊冇也佢會調鹽哈。哎，你有先挖一個洞洞係嗎？係啊，裝一隻孔嘅。哦，用通是走對了哈。有冇問題就嚟問身體的部分嗎？調哪？調哪？做調哪？跟做一隻熊嘅用誒。哦，要定型了。做一隻調哪的形狀。這個頭比較大。對。哎呀，再來做。老師，那我們一邊用要洗手，這樣才不會黏的嗎？對。然後做個黑嘅身體。用一湯匙就看唔會黏。啊，先生，你日聽我講，跟鮭魚係講，因為它這樣才會紅紅的，是嗎？對，而且鮭魚本身都富含很多營養。這個做鴨呢，哈，生嘢較愛食啦，等一下剛剛有嘛，生嘢同愛食，看得懂可愛樣誒。那現在幫我點眼睛了。哦。開眼。開光一下。你一次抓太多顆咯？不會啊。除了芝麻以外，還做得肉嘛？該做海苔也可以做。副食也全走得了。我覺得你現在覺得很像貓。我覺得最好的應該一開始就不要講做什麼，讓大家猜，這樣不管怎麼樣都像。呱呱就好了。你幹嘛挖洞給自己？不會啊，我覺得我做得很像熊。好可愛喲。要對自己有信心，好嗎？你要大家好，觀眾朋友圈看唔到見面哈。來，拿起來先不太可以哈，我們。看，你看。就從阿雄哦，有阿雄哈，有哈。嘴巴係用乜係種？嘴啊，風吹條，撈雞，跟那個黑黑是嘛？海苔。基本真正啊跌下啦。唔會。然後一下就到一黑蛋皮。蓋棉被係咪？蓋棉被，它捲到就像水木樣嘅呢。哦，你很有童年呢。一個料理當簡單，嗰個本身也是。做好以後呢，要不然就淋一調好，一就鹹冬瓜啦、鹹黃梨，嗰一些頭，係去做嘅。就當簡單，攞去淋是咧。就安尼淋下去，就嚟將到底部落去蒸。有蒸好嘅冇？有。哇！聽說有幾隻熊已經做完汗蒸木咯。好，然後打開呢本大家看一下，汗蒸木倒帶黑馬蓋。呱呱熊。呱呱熊。哇！看起來熊呢沒有丟水哦，很可愛耶。他們都還是很有精神呢。哦。好可愛喲！像現在不能去韓國玩，真的很想泡汗蒸木。它下面的那個湯汁等一下要再濃縮，然後把它再淋上去。哎呀，楊哎，你這一閃，你這一張哦。都對。耶，我養。而且你看它發現到這幾個這五張哦，他們有手哦，好可愛哦。手，有。對。快，你學一下動作。他在撒嬌啊，撒嬌。而且這幾隻熊，他們標準動作是這樣。在趴着睡覺，要整那個湯汁有嗎？哇，精華，海鮮的鮮味，還有冬瓜的甜味哈。不要把它浪費了。再加一點我們原本的醬汁，它的味道應該不會很重。哇，好香哦。然後再加一點胡椒粉。台卡圈還冇悶悶啲呢。台卡有嗎？看到那個目瞪口呆了。對，看到嗡嗡起嚟。韓國加一點香油，還有一些香油啊。還有乜㗎？是有加米酒嗎？係做得哈。不是米酒。還是要跟那個春蓮姐加一下小鹽酒。做得咯，咪做得咯，係哦。要豆腐卡做本身也是個老生也給他做啊，他們會很喜歡。真的，因為很可愛，也很簡單，一點都不困難。他就成日會吵吵鬧鬧，一個下午就這樣過了。山藥，你講係山藥做誒？該下午係爆種嗰個入咗係嘛？主葉 ，OK。哇！
来，今日带不太开料理就是呱呱熊。按钮就红色喽。柠檬，先挖，而且我们的切一半。我想问你们60年都是这样子吗？赶快做事啊！你系哦，你要做合格嘅话，因为第3棒系博签哦。好，那个呱呱熊，那煮做的色类豆呢？先来出题目。好来，那通个冬瓜时间呢，怎么现在外表有拍摄的粉呢？嘅原因係 A 甜度較高 ，B 水分較多。中得狗，海鲜中得狗，有凶犯吗？马上会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你也啊？先来猜拳。好了，好，马上我们邀请到南市区总干事，南市你们阿姨来，我看一下冬瓜。来看一下。先剪刀石头布。先剪刀石头。让你张做的先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A 也係 B，可能啊。咱外邊就拍色嘅粉啊，但係因為個甜度很好高，還有水很好多。水分較多。哦，水分。你係唔知啦。嘿。好，水很好多哈。你 B 哈。卡廷吗？春莲姐，你確定嗎？卡廷，你確定？好，他決定就好了。啊，哦，好，倒帶答案係。答案係 A 甜度較高。當然啦，是不是跟冬瓜糖的概念一樣？糖啊，有糖分都攞杯啊。你講冬瓜表面咧拍攝嘅粉係喺老甜度有關嘅，另外咧伊冇買去嘅幾講較爆水嘅啦，表皮較無酥爽無從嘅咬嘅，迄代表講嘅肉較盤，水分較少，所以唔係甜度較高。啊，好啦，安樣要好多吼。所以鹹白嘅鹹冬瓜嘅水之外，款喺外邊送粉。哦。我們跟那個呱呱熊無緣了。啊，謝謝。這個這麼好吃，這麼可愛。那你們等一下，那個秀千姐要分享口感哦。啊，秀千記啊，秀千記吃啦。哦，對哦。你們阿姨蒙他們。你們是不知道自己贏了嗎？那我們藍隊就吃嘍。不是，不是，我知道答案是 A 了。哦。對，現在知道了。因為咪蒙阿姨做唔得生嘛，哈，唔怕唔怕。他健康藝術。豆腐卡做周仔耶，用豆腐啊，你做的。哎，对啊，做的啦。其實很少人買冬瓜會看那個粉誒。用豆腐也沒做得贏咩啊？冬瓜豆腐老嘅鹹冬瓜嚟做啊，我解先片啲粉。啊，佢家下就滿面。我都反思過嘅做得。只有對那個是真。對。一個人用啊。安很像，我要用是，先把背背掀開來好了。好，哇，秀千姐在把熊熊的衣服脫掉了。不是棉被嗎？我要咬他的頭哦。來。好，你還有血。哇，腦漿就爆出來嗎？腦漿哦，好鹹米頭哎。那個醬汁也很好吃哈。開山的米頭，下工啊。好好吃！哇，秀千姐現在表情跟她自己第一道試吃完的表情一樣。沒有，這個比較嗨啊，這個比較嗨。對，你也幹嘛酒？那就鹹冬瓜老壞山啊。很鮮的那個海鮮味。裡面都是滿滿的下工的老嘅鮭魚嗰個嘅花枝，中絕的。尤其師傅用到凍豆成咁緊實嘅材料吼，這個。用這個配下去，其實吃不太出來，可是都吃到營養哈。對，我吃光光了。你看春蓮姐完全笑不出來哦，她都忘記自己剛剛第一關得2分了。好，你下吼，接下係因為咱喙得到2分哈，風水加油哦，準備好了嗎？好。嘿，我看起來米妹姐是，你剛剛講什麼？準備好了嗎？好，等一下看一下，等一下馬上係今日台中部咯。
我是太中埔，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要到嚟嘅料理接力賽嘅時間咯。然後雖然講係接力賽啦，但是呢。鴨脖前已經有進步哎。哦，尋夢大家，而且我今天要靠着一甲子的戀愛闖天下呢。好，先來看一下給你吹聲嗎？好，橙汁少妞。哇，這道菜不簡單呢，不簡單哦。好，有一些困難，因為咁樣將牛來調，就會一個問題咯。好，先來除棒子。好，那個徐家瑞娜咯。好，好，我們猜拳。哦，剪刀石頭，剪刀石頭布。好。1、2、3，哇，聽你嘅。我最近都是抽到聽你嘅。不錯不錯，好，兩下放開咯，動用好咧，1、2、3，哇，第三屆，好棒哦，都叫我做到第三屆咧，厲害哈，冇問題，白聽咧，白槍槍咧啦，橙汁，我係最在行。OK， 好，然後呢就水就來進行挑戰咯。兩嘴都準備好先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！開始做啦！先來看鴨鴨片咯。媽媽把時間夾夾來咯。我們的媽媽黑色仔骨頭，我們用的是素肉片。哇！對。橙汁燒肉跟素肉的那個差別，會有做法有什麼不一樣嗎？其實做法大同小異。其實上次誒係冇講兩個法哦，其實咩會用其他嘅菜來代替，冇一天講一天嗰啲啊，因為叫做食材啊用片啊，嗰邊講見邊有小黃瓜，你瓜未做得啦？但係因為佢係有啲嘅調色啊用片。媽媽切都懂香誒。係啊。你懂唔切啦？懂唔切？你妹姐絕地大反攻呢？當然要。媽媽頭髮同我多幾盤是婚嘅時間，食材嘅時間。哦。好，先幫米妹姐切一下哦。那對孔蓋片哈。好，好。哇！那就用嘅係肚臍丁哦。還有兩個沒發臉的名單。放下去。紹興酒。紹興酒哈。我們今天的秘密武器就是這瓶。紹興酒生。我剛剛因為我想說，在家都已經改。對。他在旁邊知道，我在家裡是當助手而已。還有。還有什麼？烤肉醬。不要演敢怕，烤肉醬又來了。對，我就說，剛剛我就問他們說，就應該水母姐改，我要先確認調味的部分，然後我確認完之後說，哎，這不是第一道料理嗎？類似啊。所以給不給東東烤肉醬，東東紹興。他就調盤醬哦，你們豆瓣醬都加下去了。豆瓣醬。今日題目係乜㗎？橙汁誒。橙汁所以我們又用肚臍丁、雷夢做自然的酸味。檸檬先挖。而且我們的切一半，中間可以看他們切一半啊！不要，我想問你們60年都是這樣子嗎？我在家裡做助手到最後洗碗是我的。他原本還想要那個助手，結果你去旁邊洗碗。哎，安庸哦。對。不過是這種盛氣呢。我們在家小時候是因為我年紀比較大，大5歲嘛。趕快做事啊！你有做客家的話，因為第3棒係博籤哦，要做客家的。我放心，因為我們中間卡了一個春聯節，圍繞全部開始走天。走天你有做乜㗎？重構啊，跳舞啊，跳舞啊，冇上音考，剪，我哋孔蓋片好嘛？應該係柳丁哦。香吉士。哦，香吉士。太香。哎呦，我發現到兩片嘅食材準備冇強龍哦，呢度係準備鳳梨撈 tomato 呢。錯。馬上嚟聽，哎，很耶。聽醫生係啊。要擠落去。你要不要先問一下？哎，沒關係，等一下昨天買。不會，我很放心。好，你用啥都懂會做料理啊。而且你們現在有個問題，要有個蜜透全部全用。大道理啊，一夾時間到咧。可以繼續用。第二棒，停，關明珠嘞。快去找，就弄一弄，快嘛。
各位这个倒一些下去，待会用先开火，然后给它拌炒一下，盘。食火又係中火，大火。加120，全部都去吗？ 120。大家全部炒，全部會攪高就抽哎。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这个素肉有分怎么样子的肉吗？其实素肉有什么火腿肉啊，或是什么黑胡椒肉啊，这是应该算是有一点点黑胡椒啦，油先倒下去给它热锅一下。好，那做嘛个先尬软啊？剪都差不多有一些了妞。叉叉的。我讲不出来，太香。不是，就是保护它啦，保护它里面的口感还会在，才不会太老。我是厨师。是吗？还有吗？韩伦呐，韩伦呐，嘿啦，韩伦啊。哦，哇，大展身手哟。当然了。啊，来，换你了。好，拜拜。来了，好，拜拜。要先勾一款哦，拜拜。春莲姐，你要快一点做哦，等一下就会晚来了。好了，开始了。来，让你快走。煮了。哦，那六个呛发水就先捅头哈。我的分数啊！我刚刚也帮红队加油，这个可以啦哈。扣1分。你要表嘛嘅东西？姜麻蒜头。哎呦，啊，春莲姐。因为该行哈，流沙总不是母，你继续说，我算了，我问那个我们日语哥好了，因为他们两个一直担心我们的酱汁哈，就是会被你继续做。好嘞，你上神机，来休息。可以啊。来，你给吧。来，那是信。哎，我是人，好吃吧？今天又超多，不要说叉叉。有点。皮上3个准皮啦，皮上。找你嘞。他会被那个，就是被那个豆瓣酱啊什么盖过去，橙汁的梅西我弄出来吗？因为橙汁会有。好特别哦！我在里面已经掺橙汁在下去。我们的酱是本来在入牛给徐姐的，就一起给它下去了。更特别了，不用它就烧的。对啦，用它坚持炒的啊。还要长得上细点啊。米会懂奇怪。对啊。不会，因为我皮看咧望，一皮都懂奇怪。对啊，你等下看一下，因为那个酱料哈，等下加什么橙汁的梅西。会动口鲜，所以他们一起做，它才会入味。按压黑橙汁，压黑烧肉的米线。对啊，橙汁，看平的橙汁哈。我们家孔盖片，肚脐一定又加柠檬。孔盖片哈。很香，而且我现在会翻锅了。来，1、2、3。有拍到吗？这样有一点金黄色就可以了，对。好，炸锅都有做嘛改？咩炸？很容易白。我们待会要用另外一个锅子来开始就炒一起了。哦，一皮都香味吗？要换那个锅子。那就美动用啊。对，换这个锅子。炒酱，这样就不用洗锅子了，然后放油，姜先给它爆香。通味吗？不是啊。等一下。我觉得因为他们有蜂梨跟那个 tomato， 所以应该蛮甜的。你看我这个炒的漂亮吧？可以偷吃一块吗？可以啊。来，你给吧。来。那是蟹。哎，我是人。好吃吧？今天又超多，不要多叉叉。有点。提上3个纯皮啦，提上。大纯皮嘞，找你嘞。哎，可能就2片的做。皮卡过来对吧？哎，2片好穷哦。真的哈，是不是？因为炸的东西唔好偏发，其实来说去就给台湾人。基本上也应该养一般的啦。真的，放心了哈。满色都吃到养。番茄，这些你这边看我也变部分的啦。紧张嘞，看到张博天就放心的啦。都得上菜。是谁的啦？是谁嘞？本的啦。哇，木已成舟啦。青菜啊。张博天亲本的啦。哎呀，本的啦，让那条，让甜的。有量多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我想知道有没有橙汁。好，已经成酱了。哎，这是油呢。好油哈。但是我觉得可以加一点点醋，要吗？这个给你自己决定。哎，你给打算？好吗？一滴滴，一杯滴滴呗啊。
哎，这真的是一滴滴哦，马上吓一跳。一滴滴是5cc，还应该10cc 嘞。哦，哇，你俩动特别。昨天中盘嘞。你好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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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上手机，给他休息。好，用手机，你上手机啊。好，我哋狂改片啊。等一下，好，我哋狂改片。能吃下了。算水干吗？好，我有，等下我试看看。起控了哈。哎，2块。我有拉水，啊俩。这个最后再来下。哦。要层次味道一定要。不浪费，莫打手。它干瘾。他加精心哈。对。给它煮一下，然后我先改嘛，剪枝下面頭，可以係要着到嘅橙汁嘛。哎。你是鳳梨嗎？鳳梨挺有味啊。醬汁就是可能哈。要加一點醋。甜度啦嘛，甜度有辣吗？甜度，因为两种的水果都是酸的哦。对。妈妈之前有说。有甜甜酸酸吗？你妈妈讲吗？她之前都，你之前炒番茄炒那个什么也会加糖嘛，对不对？会啊会啊。对，加一点糖进去，加一点点进去，这样才会酸酸又甜甜，酸甜酸甜。然后把这个倒进来就差不多了。我去比哈嘛。这个是配色用。来配色的。我去比哈嘛。好。係嗎？係原地追一下面頭。对。妈妈等下试吃康纳猪。你要試看嗎？调味。你做在試看了。對。係嗎？猪啊，翻過呀。係嗎？沒有，這沒有辦法。這有了。可以再看一下。還有看頭嗎？好，你哋狂改片啦哈。啊，你不是要上菜了？好嘞，你不是唔辣甜嘛。啊，我们回来可以看什么？我们要甜蜜蜜，你可以看我优雅的试吃来。用吧。要翻过去。升天酸甜又酸甜又酸甜，音效下错喽。下得好，棒，好棒。因为该下吼，我有测试一下，插进去的时候它就有一点点风塞嘞，但是我们要抓到刚刚好堵所改时间，这样才是最能 Q 哈。我们的肉是什么肉啊？五花肉。哎呦，英款，光肉先赢一半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啦。来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到最貴米館哪部卡真係你嘅太中估咧。都帶兩個咖美醬小牛哪部卡較好食呢？做法都明顯呢，sauce就冇咁樣嘅吼。好，先來試一下你嘅。你冇記你中酸做的事嘞？好實在嘅，加加聲。是哦。懂真的，真的给它橙汁浓厚身，还有没有吃上来剪跟素火腿，还有一点蛋。你们今天有滿意嗎？滿意，好吃。有像我們大白色都有一些仔咧，哎，有冇好吃嗎？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有個假呀嘅酸酸的凍塊皮，開胃。對。好，假使大家是體力好，有啲我玩冷水咯。好。給佢吃吃看哦。懂香哦。酸酸甜甜的。酱日式都橙汁嗎？冇食到酸酸甜甜的味。酸酸甜甜的冇代表一定係橙汁啊。哦，可能係肚臍丁啦。之前自己吃到嘞。哎，好管理煮，还白煮。我学到了一道菜。有它的秘密酱料啦。啊，有講烤肉醬哦。好，而且這個炒的辣條班種東西。春天之後，原本喺上講吼，要把調盤醬哦全部加落去。我想講總得，因為我們這個橙汁的味是還會出來。哦，讓我當上一飯嘅食白飯。哦。真嘅。你醬真經好食啦。好，都帶
那个橙汁，咁咪将按钮来表现呢？两时间先来将起司布抢半分数。好，聊下玩一下历史中历史服。医生，公款。好，刚才讲掠头菜哦，掠头菜总动会意思是讲，去甲橙汁调度度好，酸甜油度好。啊，毋过你含白油，你要煮掠头菜加柳丁的牛油哦，啊，我切一点表落去，会更加分啦。哦，啊，掠片呢，给寿司走动好，差因为是讲你会甲柳橙汁好豆豆，弄去好凸显出来才合掠题目啦。哦。我们可能多一颗就刚刚好了啦。它那沙芥梅头上不出来啊。啊，李师傅讲过了。会要用出来很多橙汁啊。啊，鸦片的橙汁你看明显出现有橙汁的米稀，甚至你可以把它的陈皮削一点点在上面，反而也会更加分。你们的果香味很重。我较特别。啊，鸦片呢，它只注重酸甜的呢。它已经到橙汁的米稀完全来替的。只有酸老甜，酸老甜无代表橙汁，啊，所以人家肉处理都同硬的款，所以还会选择鸦片，较适合里面。哦。好啦，讲真嘅呢哦，也个虾米种都当用来调做一个好食素食，大家大部冇叫用，唔该记得咯，迄个人主角係虾米种嘅話，就不要被搶走味道了。今日嘅比賽呢，鳳水到藍水隊得到2分，恭喜鳳水得到前年嘅價差機。恭喜咱水妹做得得到2500克嘅價菜機。太開心了，皆大歡喜，兩組都會聽呀。謝謝。像一個休前記老太太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。其實禮拜莫名其妙，煮來煮菜，因為我平常是冇辦法煮到像人哋按當鋪排嘅菜，但是平常有乜嘢，我就煮乜嘢。喺有限嘅話，太啲嘢都自家煮菜，食飯很多人。啊，媽媽咪係窮樣，而家太啲嘢自家煮很多。而且我有發現到，都要高場當中休前記當友好，也就當體貼媽媽，見到佢嘅事，媽媽就會最尊重嘅，最錫佢啊。謝謝，什麼嘢？你每次禮拜參加先，等俾老太太講一下好嗎？哦，我煮迄平常也無媽曉煮菜，我小姊向我講吼，慢慢去參加個一家之主好無？我就想到我又唔曉煮菜樣辦的咯，叫慢慢注意參加嘛，跟勇甲山又報名報到的，也就講鄉下嚟啦，唔怕啦，報到的，算的。對。個當好嘅畢業，做老妹嘅老媽媽鄉下來參加天使留洋，恭喜你哋！新豐神太假，神太假。好，聊下玩一下春聯節啦吼，啊，今日讓伊老公吼鄉下來比賽，有乜感想啊？哦，真的學習很多，哦，真的很棒，很幸福。哇，你是最幸福的，一開始閃到現在。好，今日真見動可以，不管呢你係食哪一種菜呢，係食材也好，食飯呢也好，食哪一種口味，最主要一個料理嘅時間，老娘真嘅感情用心表落去，按用也絕最美味嘅料理。係啊，無論吼，你係媽媽老妹嘅感情哦，也係老公老伴娘嘅感情哦，所以做你都去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就等等睇自家鄉下來挑戰，日日來報名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